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1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4篇，路得记第1章第1节到22节，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同理之心。诫命里提到的爱上帝、爱邻舍，爱邻舍是要以爱上帝的心志来对待其他的人。那么大部分的人还会再问，到底要如何的爱上帝又爱人呢？耶稣基督教导这样说到，要爱人如己。那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说，你怎么样爱自己，就怎么样的爱别人。用现代心理学辅导的概念来说，其实就是同理心，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去揣摩其他人的需要，然后跟他们站在一起。路得记的主角路得，对于她的婆婆拿俄米，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同理心来对待她。当然我们再往前看，也看到拿俄米也是用一样的同理心来爱她的2个媳妇，所以他就打发他们回自己的娘家，预备再改嫁，以免将来跟着拿俄米继续受苦。路得记第1章第1节到22节的记载这样的提到，很久以前有士师治理以色列的那一段时期，地上发生了饥饿，有一个以法他族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他原来住在犹大的伯利恒，他带着妻子拿俄米和2个儿子马伦和基连一起到摩押国，暂时住在那里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以利米勒死了，留下拿俄米和他2个儿子，而这2个儿子娶了摩押地方的女子俄巴跟路得。大约10年之后，马伦和基连也死了，留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。拿俄米还住在摩押的时候，听说上主眷顾他的子民，使他们有好的收成，就准备跟2个媳妇离开摩押回本土去。他们一起动身回犹大，但是在路上，拿俄米对2个媳妇说，你们各自回娘家去吧，愿上主以仁慈待你们，像你们善待了我和已故的人一样。愿上主使你们2个都有机会再婚，都有好归宿。于是拿俄米吻别他们，2个媳妇就放声大哭，对拿俄米说，不，我们要跟你回到你本族的人那里去。拿俄米说，女儿啊，你们还是回去吧，为什么要跟我走呢？我还能再生儿子来做你们的丈夫吗？回去吧，我的女儿，走吧，我已经太老了，不能再结婚，就算是还有一点希望能够在今晚结婚，而且会生儿子，你们愿意等他们长大吗？你们能等着不出去嫁别人吗？不，我的女儿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上帝也惩罚我，我很想为你们难过。他们又哭了起来。俄尔巴终于吻别了她的婆婆，回娘家去了。
但是路德还是舍不得离去。拿俄米对他说：路德，你嫂嫂已经回他本族和他的神明那里去了，你也跟他回去吧。可是路德说：请不要叫我离开你，让我跟你一起走吧。你到哪里，我就必到哪里；你往哪里去，我也会住在那里。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死在哪里，我也死在哪里，葬在那里。任何的事都不能使我们分离。要是我背誓，愿上主重重的惩罚我。拿俄米见路德坚决跟自己走，就不再劝阻他了。于是两人继续他们的旅程，来到伯利恒。他们到的时候，全城的人都非常的兴奋，妇女们都惊叫说：他真的是拿俄米吗？拿俄米说：不要叫我拿俄米，叫我马拉吧，因为全能的上帝使我命苦。我出去的时候富足，回来的时候上主却使我空无一物。上主责罚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，为什么还要叫我拿俄米呢？这就是拿俄米和他摩押媳妇路德从摩押回来的经过。他们到达伯利恒，正在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。同理心用在爱人的事情上面，也用在彼此尊重的态度，更要用在对待每一个不同的人的态度上面。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1节到第8节，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这样说道：不可斥责老年人，要劝他像劝自己的父亲一样；待年轻人要像待兄弟一样；待老年人的妇人要像伺候母亲一样；待年轻妇人要有纯净的心，像姐妹一样。要尊敬真正守寡的寡妇女。如果一个寡妇有儿女或是孙儿女，这些后辈就得先学习怎样在家中尽孝道，来报答父母和祖父母，因为这是他们从上帝那里所欢喜的、接受的。真正守寡的妇女无依无靠，只仰望上帝，日夜祷告，祈求他的帮助。至于专享享乐的妇女、寡妇，虽然活着，其实已经死了。你们这样教导他们，免得他们受指责。如果有人不照顾亲属，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，他就是背弃信仰，比不信的人还要坏。我们要用同理来同理弱势的族群的需要，要用同理来认同老年人，要同理来面对年轻人，来面对孤儿寡妇，了解他们的需要。这样的同理心才能活出真正的生命，否则爱人只会变成口头禅，而没有实际的行为。诗篇就是诗篇，经文比较长，我们自己来读。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以同理心来待人，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爱世人的仆人。让我们充满着有同理心，能够有爱人如己，并且真正了解人的需要，来荣耀上帝的圣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